就问一下，你说这是长久以来一个陋习，那么除了这一次要整个好好清查之外，那对于之前或是前朝，这一定要做追查。我们至少就是对长久以来的这些做法要做一个了解嘛，好，让社会大众能够更清楚的了解这个问题的所在。总统，我们提到说出访的成果这一次有点被抹杀掉，或者是被失焦了。那如果说在这个除了出访成果之外，对您的选情也会有影响。外界认为说可能对你的选举雪上加霜。什么叫雪上加霜？您觉得对你的选情会有影响吗？我想这个一个执政者最大的责任就是把工作做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面临的是长久以来累积的问题。那么既然发生了，我们就要面对，就把它处理好，让将来不要再发生。这是一个做现在的总统的人的责任嘛。然后会提到雪上加霜，是因为最近的民调，您跟韩维最新民调已经拉近到2.7个百分点，而且柯文哲市长说，您的总统没有做好这些事情，是受到49%将近50%的人是同意这件事的。因为柯市长说他9月有可能会来决定要不要参选，您觉得？又是柯市长的讲话尊重他的讲话。好，来。